咁夜搵我做咩啊？不如我哋分手啦。又發咩神經啊？咩嚟噶？ cancer， 醫生話醫好要100萬，冇辦法。咁唔緊要啦，有時啲嘢整定㗎。你放心，我就算變賣家產，都會幫你辦得風風光光。真係唔打算救一下？哎呀，100個仲救嚟做咩啫？算啦，都知道你係咁㗎咯。放心啦，到時咧我就冇所謂啦，反正嗰張診斷書係你嘅。咩啊？咁要救一救啊100萬，仲救嚟做咩喎？